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古今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，法律当着啊制裁未够的代志，道德影响咱的心肝。道德两字为根本，俗语话就咧讲心肝若好，风水免讨。看到路边人伫咧捡二纸，一台车刹甲安尼行路咕，有个善良的人心内会想讲吼，我着摕一个100块，互伊食饱食暗，互伊安尼食一个凉咧，遮尔简单。结果迄个袂晓想的，迄个吼，敢若看人无，怨人有的，伊会想安怎样咧？想讲吼，当这毋知做啥物歹事，得才会遮尔溜尾啦。即款的道德的观念，无牵涉到法律，法律也无在条甲咱制裁咱心肝所想的代志，毋过会影响到咱未来的路。因为你若拢想正面讲想好的，袂说讲敢若伫咧寄银行，你愈欠会愈好寄。啊，你若拢想歹的，拢咧怨妒人咧。看人讲富裕，心内拢伫咧批评，讲迄吼胖头体的啦，迄吼去共占的，去共捏的啦，敢有遐敖啦，专门咧怨妒人的人，咱嘛知影讲。绝对无好买啊！这种人吼，另外一句台湾俗语在咧描写，原来讲甲对当，这叫做有喙讲别人，无喙讲家己。因为你做心肝好的时阵，你毋免讲安尼四界去找地理，要待伫倒位，自然命就会好。结果颠倒变，那这款吼有喙讲别人，无喙讲家己的人，伊的路决定也会愈行愈下。你着出喙着要共批评，你毋捌咧共讲好话啦。你出喙着要共骂，也是要共怨妒，要共中伤的啦。你无喙伫咧反省，无喙伫咧比较，无喙伫咧比较讲吼啊，真正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毋知另外搁一句俗语解艺术。高像安尼讲，这个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这就是汉文，这就是戏台顶小声小段老生咧讲的。啊，你若听我叫咧讲的，佫无共哦。讲吼，你安尼吼想讲家己足敖啦，比你敖的人还佫较济咧啦。济伫倒位，舀水你都无够，通互人食喙焦啦。讲白话就是安尼啦。你舀水吼，安尼一直咳啦，动作遮尔紧啦，无通人啉的紧啦，表示讲吼，敖的人比较咱的是满事。毋则过去汉文搁一句较有意思，讲叫做木道滚行走，经有做行人。就是讲，我想讲吼，我6点半起床吼，来电视台录影，暗足早，结果出去到门口埕才看讲吼，当5点起床的、6点起床的满是，有的做菜家的，哇，半暝半就爱去果菜市场，去遐冒菜来卖啊。毋则讲，咱毋通想讲家己敖，你若安尼品，你若常常安尼自高，常常安尼看家己重，看别人轻，到落尾舀水都无够通，互人食喙焦，即句话就咧表达咱。所以吼，讲到遮，咱互相来劝解，讲人讲话无别项啦。第一要紧，即站爱谨慎，因为好将口出。过去咱已经看了看，搁试了试，咱家己若会谨慎的时阵，若会晓替人想、替家己想的时阵，让路互人行，自然咱家己的路也会愈行愈快。